咱来从迄个第四章第四章，第四章有四个部分吼，啊无咱会要紧的。黄安正冷到甲结束，好，给咱一节课，我们一节课上2个单元，分量无多啊，咱的前几种就是咱上尾啊来讲，咱是安怎要地球科学？要可以去游泳。咱拢听过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嘛。咱活伫遮，所以咱就研究讲，咱人有可能咧搬去火星。今仔有机会去火星移民，你敢要报名？不要，没钱。对啊，去火星宾馆拓荒，做那个先驱者。刚想安尼？不要。一般吼，会去拓荒的吼，都是有钱的。拢是伫家己的所在混不下去了。都这是那个中国大陆的人想要来登山过台湾，渡过台湾海峡，来到遮，多侪人死伫半路呢。来遮佫拄着。咱既然讲原住民啦，咱台死伫偌水，那如果在你哋家己的所在混得很好，为什么要搬走？人是安怎要移民？要移民到火星？要死了。对啊，家己的地球创甲混不下去啊！你嘛爱搬去别的星球环境伤歹啦，还是气候、阴气、空气、水，互你污染咱上严重啊！所以咱第四单元是全球气候与环境变迁。咱地球经过遮侪冬。就是适合咱尽管生物，不是咱人尔，咱人袂当家己活的，咱人爱和别的生物一起生存哦。这些别的生物包括微生物哦。你看前几天的肺炎，咱的环境有可能造成微生物大量滋生，咱若破病。是咱的动物破病，有啥物禽流感、猪瘟啊、黄牛症啊，啥物有诶无诶，迄嘛可能是环境的结果。所以咱学地球科学，了解咱的地球了咱就是要互咱活了较好，至少莫变歹。所以咱这单元你看4之1。咱讲着海洋甲气候变化，咱讲过海水是咱地球占70%的迄个表面积，所以伊会影响咱的生活足多。咱之前讲过足侪海水啊，咱讲过波浪，咱讲过迄个海表潮汐，咱煞来要讲一个甲全球环境有关系，叫洋流。大洋的流动，这是咱4之1要讲的。来，4之2发烧的地球，您耳熟能详的温室效应。来，4之3台湾的天然灾害，你讲，咱讲过足侪台湾的天然灾害啊，地震啊、风灾啊，来这台湾的天然灾害。集中在水的部分，集中在水的部分。
想要是改变世界的力量，提供咱人类为着咱的进化做什么拍拼，好，做出了什么努力。所以咱4个单元哈，咱今仔先讲迄个头一两个。好，咱讲过太阳的洋流，甲咱的热量调节、渔场分布和循环。来，咱先来看咱的附近啊。这中国代表咱台湾伫遮，美国伫遮，啊，这赤道。你看咱的洋流安怎行？你有听过一个叫瓶中信的无？有人伫瓶子里面虾灰，你要写啥物灰？淡水海天，啊，看会嘛特别的，啊，你会晓写一个情书啊，单出去，哦，你的瓶中信载着你的情书，来听句话，飘到其他的，搞不好哪天一个非洲的美女就要跑来找你。真正有日本的学生写了一个瓶中信，啊，当然以下情书啦。你来这里讲我是在从事一个科学研究。我现在在几月几号丢出这个瓶中信？如果你捡到这个，你可以用什么什么 email 什么什么方式跟我联系。这个漂流几个月之后，有人真的捡到了，谁捡到了？在美国的这个案被人家捡到了。当然，伊个文字是除了日文、英文各种那个常见它可以翻译的语文，都写在上面了。啊，无你若写日文，美国人捡到也不知道上面写什么东西。然后这个联系，这证明了说真的有洋流可以把日本海边的瓶中信飘到美国去。啊，这洋流安怎行的？来，咱来赤道，来，咱先来看洋流安怎行吼。好，咱伫北大西洋，拄仔是安尼行，一个循环，到分季节。有。你若夏天东西来倒变过来，袂吼，一年到晚安行。你看这个全世界大洋的流向的，你看伊的旋转方向。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认为这个旋转方向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？南北半球。啊，你看你先研究一下每一个海洋，它的旋转方向。可来我甲你讲的，伊袂因为季节去改变，规趟呢拢是这种方向。然后你归纳，这是什么因素？主要因素就是这个洋流流向。你认为呢？南北半球。想到也安尼行。你看这个洋流流向，你有啥物结论？是不是旋转方向拢相共？没有。没有。北边的旋转方向跟南边北半球跟旋转方向、南半球旋转方向是一致的，对无？没有。没有。迄个啊，北半球拢以顺时针旋转啊，南半球拢以逆时针旋转啊，是安尼。对。所以会造成安尼，是毋是甲咱讲的高低气压都是南北半球拄啊倒并？咱高低气压是安怎有这个旋转方向？伊的主要成因是啥？就是咱的地球自转。主要成因就是咱的地球自转。安尼知无？不是表面的风哈，你若表面的风，咱的季风。冬天、夏天方向不一样嘛，
啊，有问题吗？好来，咱来看遮吼，咱台湾上条的就这个黑潮，好，北边叫做北太平洋洋流，啊加美国加，因为美国这边是加州海湾嘛，加利福尼啊，亚，所以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洋流，啊加北赤道洋流，形成一个旋转，啊咱这个叫黑潮，所以咱这里。二轨哈，黑潮的主流流过这边，支流在夏天的时候流过这边，可是冬天的时候沿岸流会因为季风，看到吗？改变为南海，这是冬天，啊，这是冬天，咱后边来讲，因为冬天的季风是安尼，会甲中国大陆的沿岸流吹过来，所以为台湾海峡过去的支流，总啊有这个沿岸流，变加为这恒春半岛总啊射过来，因为伊起来是温暖的洋流，所以伊会影响天气，伊影响天气造成咱的南部恒春半岛四季如春，啊，毋过因为冬天的时阵，过恒春半岛就射过来。所以咱的北部，咱的北部遮就无受到这个洋流。啊，毋过咱伫个太平洋这边的黑潮，一年到头都是这样上去的。所以这就是咱台湾岛吼，同一个纬度，伫个冬天的时阵，对一边较寒，西边较寒哦。因为啊，你冬天时阵，西边的海边是受到沿岸流，东部的海岸黑潮，搁长驱直入，把黑潮想要叫黑潮，啊看起来就乌的啊，啊想嘛，迄水看起来是乌的，啊太高呢，叫声，啊，叫声，有乌鱼。不是水流的比较快吗？不知道。然后来讲，杂质较少，那阳光对后海洋比较少。你看课本下，毋是伊遐太高，所以乌的颠倒变，因为伊遐清气，所以看起来色较深，因为光线照入去，伊遐清气。没有一些悬浮物去反射光，所以看起来色会较深，所以伊是较乌，咱叫伊黑潮。咱叫黑潮我倒边，毋是遐太高，伊遐清气，这个海水遐清气，啊伊遐是温暖的海水，啊，温暖的海水，所以伊起来，包括渔产啊、气候。拢受到伊的影响。好，台湾路径呢，要有像吼，你看122页，伊遮画了较清楚，啊，伊遮画了较清楚。左边这是夏天，啊，因为咱夏天是吹南风跟西南风，所以咱甲黑潮支流畅过台湾海峡。啊，毋过南边的时阵，因为中国大陆沿岸流，中国的沿岸流就是受到季风的影响，东北季风，所以吹落来，好处是乌鱼会落来。啊，毋过咱这乌鱼的产量愈来愈少啊，是安怎？过度。嘿，咱互中国大陆顶悬迄黄海、黄海遐鱼鳞大量捕捞，啊，毋过伊乌鱼伫遐是搁细只的。照讲，伊爱留甲咱遮愈啊贵起来，啊咱掠还愈啊好，啊不伊先掠去啊，伫咧细只就掠去啊，吼，啊所以到咱遮掠无，嘿，
咱这渔业资源枯竭问题嘛足严重，所以来甲大家顺续讲者，你要食鱼啊，爱禁者，大只，嘿，禁啥物鱼啊？敢有这个观念？大只，伤大甲伤细拢莫食，所以爱食哈。我细汉吼看阮母啊煮特特鱼哦，我特特鱼，然后土托鱼哦，我看咧盘仔内底特特鱼，我感觉即种鱼生得足奇怪的。我感觉即种鱼，伊即只鱼哪会生做安尼？啊，中即了是伊的目睭呢。结果我知影，原来这是特特鱼的其中一片啦。哦，特特鱼足大只，啊伊切做一片一片，你买特特鱼甲买一片来鲜尔。特特鱼啦，啊甲蛏啊，蛏啊哪？蛏啊什么鱼？蛏啊就是尾鱼啦，黑暗蛏就是黑尾鱼啊，哦，黑尾鱼叫黑暗蛏啦。这种鱼啊，搭旗鱼啦、旗鱼啦，就是边仔尖尖的，有一支旗，嘿，迄个旗鱼啦，迄种大只的啦，大只鱼莫食，吼，想到大只鱼莫食，又叫要无啊，佫有一个足重要的吼。大只鱼，这甲咱健康有关系。大只鱼是海中食物链的最尾端。咱是因为污染海洋，重金属拢排落海，浮游生物被小鱼吃掉，小鱼被中鱼吃掉，中鱼被大鱼吃掉，迄重金属的累积是重金属。严重伫遮吼，排袂出去。你食偌济？阿罗，还什么？重金属。你等下，去海不要紧，我今仔本土一可不早月琴来。月琴是啊？你毋知月琴？你无看？啊，海角七号无看过？没有。有时间再来互伊介绍一下。好来，伊讲讲，大型鱼类是最终端，所以伊体内的重金属含量上高。嘿，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是孕妇跟小孩尽量不要吃，因为吃孕妇吃了影响胎儿。啊，小孩生你讲大人袂当食一咯，大人你爱食较侪，较会倒落。安尼你敢食？敢食？你也毋知食当时会倒落啊。每一个人耐受剂量无共啊。你一世人食偌济，迄汞就是伫你的体内偌济哦，伫你的肝脏内底排袂出去哦。你今仔佫会走，佫会调成为你的耐受剂量还袂够哦。嘿，你食到够，惊你够唔知哦，所以不要吃大型，小鱼不用讲啊，迄布拉鱼，嘿，布拉，一个概念吼，布拉鱼不是一种鱼哦，它是一堆鱼的小。布拉鱼所有会变成中鱼、大鱼的鱼宝宝哦，它还在吸奶嘴的时候被你抓来整盘吃掉哦，你一盘食偌侪布拉鱼？你是扼杀了这些未来会变成中鱼、大鱼的鱼种哦，所以你讲安尼食落，不然是安尼食落，敢袂迄落，咱以后海里敢有去？无啊。系啊，你讲我爱有钙质，你要钙质袂啉牛奶个，你该食布拉鱼，没有必要啊。也有小鱼，像那个丁香鱼，它不是布拉鱼，但是它成鱼就是那么大，你要吃整只的，也有那个丁香鱼可以吃，没有必要去吃到那个布拉鱼，所以渔业资源爱注意。好，这洋柳来，
4之2发烧的地球。来，咱讲到温室效应，温室效应。啥物叫温室效应？啥物叫温室？种东西尤其是寒带国家吼，因要起植物，拢会起温室。咱遮热啊要死，咱较少人起温室啊。温室就是一个玻璃或亚克力房子，伊内底种一寡温带植物，因为伊遐天气寒，所以伊的太阳照进来，内底就较烧热。毋过吼，咱的温室含咱的大气的温室原理无相共吼。那咱是来讲咱的地球原理是啥吼？这咱的大气，太阳照进来是啥物拢有？为紫外线、可见光、红外线，啥物里里扣扣拢有。到地表，我们吸收了后，咱会用热的形式甲放出去。热的形式就是红外线，所以伊干然有红外线的反射出去。你若无温室气体，这个红外线就处理到外太空啊。所以咱地球若无温室气体，咱地球的温度，平均温度会零下。咱因为有温室气体，所以咱规个地球的温度平均温度还15度哦。毋过咱这个问题是温室气体伤多啊。伊这红外线拄着温室气体，温室气体会甲吸收，会用红外线的方式反射回来，会用红外线的方式反射回来。但是这温室其实伊毋是这种原理，温室的原理只是讲我这个房子内底光线让入来，入来加热的空气，我可让它无法对流出去而已。它这是温室气体的原理，它隔绝热对流，但是这是隔绝上，热为3种传播，辐射哦，传导对流辐射啊，所以这是隔绝上辐射嘛，这另外一个问题哦，对啊，不是讲有热水瓶，这不是常考嘛？热水瓶哪里隔绝传导对流辐射？对啊，里面那个跟外面那个。你讲到这吼，以前有一个咱台湾的迄个厂商吼，去中国大陆卖这保温瓶，伊去装卡吼，伊装卡推销保温瓶，中国装卡拢足散的，无看过这种物件。伊就走伊迄个妇女会，迄个村长夫人，伊咧妇女会联谊伊村长夫人推销，因为看伊，干那村长夫人买去尔，伊甲村长夫人说，你来看这，村长夫人说，哦，这是啥？我讲，我来介绍，这叫保温瓶。你冰的物件下落，伊会保冷；烧的物件下落，伊会保温。伊讲，真好用哦，杀去，好买一个，买到隔日伊就撒因的妇女联谊会妈妈们伫遐炫耀，来，恁来看，我昨买一个这，我来看讲，这是啥？伊讲，喂，恁这实在无见识，这叫保温瓶，烧的物件下落会保温。冰的物件下落会当保冷，真好用哦！你今仔来买啥？我内底买一杯热咖啡和2球冰淇淋。它会变啥？变奶昔。因为厂商忘了跟他讲一句话：保温跟保冷不能同时使用。当然。你不要认为当然的，你认为当然的，对他而言，你既然讲可以冰的东西放进去保温啊，热的东西可以保冷嘛，我放进去，
同步进行啊。所以温室气体可以让地球保温，你看没？咱现在是温度太高了，温度太高产生什么结果？啊，来，温度太高产生什么结果？热，做热爱回冷体，嘿，你要拿冷体的原理，讲点热啊。我来讲，我高中联考的时候，我的自然科就错一题。我们自然科140分，哦，所以我还138分。哦，错一题哈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怕犯错，你对了你就很快忘记了，你错的题目，你看我到现在还记得。那一个题目我错什么呢？我无甲你讲过吼。伊讲你伫室内甲冰箱拍开，冰箱的门拍开啦。过一阵仔，你的室内温度甲你无拍开冰箱进前，温度会较悬啊，遐低还是无变化？听无 ？OK。你的冰箱门打开不要关上。你的室内整个房间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你的温度会比没有打开提高，还是下降，还是没有影响？下降。来，咱这节调查节，你认为会比原来温度还高的举手。我要反向思考。2个，好方向。我们来看民主可不可以得到真理。来，你觉得不会变的举手。不要背掉，然后背，凭你的直觉啊。1、2、3，有无？1、2、3、3、4、5、6、7。啊，你袂当包牌哦。你认为会下降的举手。2个，其他不变。我当时写会下降。对吧？答案是变高，会上升。证明民主不能得到真理，对不对？投票的结果不是真理。受不了了。哎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想怎？冷气或冰箱，它绝对不能叫吹冷气，没有冷这种东西。就像没有黑暗一样，你有没有我给你打出一道黑暗？你打一个我看看。没有光就是黑暗呐、没有热就是冷呐、所以冷气机应该叫做抽热机啦。哦，嘿，知道了？不是放冷气给你，是把热抽掉。这个房间装了冷气。热是一种能量，冷气吃电的能量，它吃电的电能加上里面的热能，它透过压缩机的每个运作，2个加起来丢出去，你房间就变冷了，你房间的热就被抽走丢出去，丢到哪里去？外面。丢到没有装冷气的人家里去。所以没有装冷气的人家里就越来越热，后来他也受不了，他也要装冷气。如果今天大家都不装冷气，全部都不会那么热。但是有人装冷气的就一台一台装起来，因为没装冷气的就会越来越热，因为他家里就被有装冷气家里的抽出来热丢过去了。问题是你的冰箱整个是在你的房间里面，对不对？结果你冰箱的热，冰箱门打开之后，它抽哪里的热？抽室内的热，对不对？加上冰箱，因为冰箱门打开，不断压缩机启动，是不是要耗电？加上电能，这2个丢起来，丢到哪里？还是丢到室内啊？还是丢到室内啊？所以是不是更热？这是我唯一错的一题。所以，咱全球暖化，工业以来，咱一直烧石化燃料。石化燃料是什么东西？
石油啊、煤炭啊，这物件会堆来的，化石燃料啊，化石燃料，然后经过石化工业，这化石燃料从哪来的？从古时候的生物来的啊，动植物来的啊。古时候的动植物为什么有这些蘊藏？它其实是把古时候的太阳能存到地底下，结果我们现在把它挖出来，把古时候的太阳能去释放出来。好，古时候太阳能去释放出来，所以会形成极端气候的增加。所谓极端气候，连暴风雪都包含在里面哦。温室效应会造成暴风雪次数的增加哦。还有什么台风、飓风、龙卷风，但会不会造成地震？会。有一种说法会啦。我昨天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讲法哈，就是说我们这次花莲的地震不是倒的房子跟伤亡的人数都不多嘛，然后中国那边就说，中国人就说啊，这个地震如果发生在中国，一定房子倒一片，所以台湾的房子还是比较坚固。然后有一个中国小粉红就起来讲说，你们这样乱讲啊，我们中国地震是左右摇啦，台湾的地震是上下摇啦，所以我们的地震会比较严重的原因在这边啊。上下比较严重，是上下左右嘛？我们上下左右都有。上下会左右一是上下。就是华联是上下摇。你知道为什么会上下摇跟左右摇？花莲上下摇。贵的。那是横坡跟纵坡啦。然后为什么会上下摇？会时间会有不一样，就是横坡跟中坡在地壳传递的速度不一样。所以它到达你这个地方的时间不同，所以没有什么上下摇或左右摇，都会有啦，到达的时间不一样而已啦。哎，怎样？够，你看够时间。来，小老师，来帮我座位旁边那一只乐琴啊。现在。现在。那一把。绿色的带领整个提篮。好秀。我退了啊！我要来做街头艺人呢。我先来模拟，哎呀，看到我爱弹琴啦。那你在哪唱？啊？哪里啊？马可不一针。哇！最后还要秀。咱上地课无机会，迄个无机会，剩5分钟。无这是我今年是本土语课，要早来迄个教因唱迄个。我没有给。华语调的。会考完就。乐琴是咱台湾2块传统乐器，因为它带着唱很方便。它虽然从中国流传过来，但是咱就卖到台湾，剩下台湾保留。中国国乐里面有短柄乐器，我们台湾的乐器是长柄乐器。它曲调很简单，它主要在歌词，所以它的调子就是一直循环。另外，那里歌仔戏也是一样，我们歌仔戏可以一种调，然后不同的歌词，然后再讲故事一样。所以，乐器是一样，我讲故事用讲的可能比较没有变化，但是我用唱出来，这样会比较有变化。那我唱的旋律可以几种简单的就好，因为我的重点在于我的歌词，词要唱的。所以像我们台湾播歌就是我们台湾的山歌，跟客家山歌一样。
你来听我唱的哦，它跟唐诗不一样的是，它4句都要押韵，像七言绝句一样，七言律诗一样，但是它是7个字，但是它每一个都押韵，每一句句尾都押韵，好，没有什么24押24的。哦，哦，好像蛇反。还有说他家有一把那个。屁呀！好强哦！我觉得对的。大提琴都有了。他还会吹喇叭。他会吹。爸，我也会吹。哇哦！他小。哦，啊，我看过。 2条线。你要现场看。好呢。2弦而已啊。他为了那个装背带，不然他要坐着。那他也可以当主卖场。不然他本来没有背带。可以做桌子哦。哦。哇，声音看起来好。我看有。还有歌词。哪一首啊？声音看起来超专业的。来，这个。一蛋。这叫港澳调，嘛叫北亚调。啊，伊是我的歌词叫做坑世歌，就是劝人向善的。然后我去那些考卷向善那些单词。 哎，这歌语会听到，啊嘛是调歌的歌。你看，挂名的流行西康，每天叫我去康吧，外滩总会提醒上帝变家就办，它就是循环啊。另外，我再唱一个，恒春民谣《台东调》，它后来被人家改编成锦华社，好。台东调，然后以前有一部叫《比赛有玲珑》，
你可以发现，它为什么两条弦？两条弦乐器有什么特点？只有两个。音域很少，乐比较差不多。弦越少，是不是音域越窄？对啊。音域窄，也就是说，它其实它的表现，就像我讲的，它不在乐器上面的表现，它主要是我唱的是什么，它只是一个陪伴而已。好，它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。好，二来要抖音快点来看起。